假如成日去珠海九五入遊，會發生咩事？冇錯。而家有港車北上，只要網上登記一下就可以由自己停車場直接點對點過關，過橋去到珠海完全超級方便。只要過咗去珠海，你就可以去入油。聽講好多都係9.5油，唔單止價錢平，而且服務好好，就可以感受到帝王級嘅享受。但係玩還玩都要小心留意。假如你成日沉迷入9.5油呢種玩意，好容易會跌入深淵陷阱。首先，你嘅身體會暴露喺病毒之中，唔好以為冇進入核心就安全。其實身體皮膚嘅接觸，就算只係用口都可以傳播病毒，嚴重啲可能會感染疱疹，生咗啲粒粒喺唔見得光嘅地方。為咗打個冷震，將自己身體暴露喺病毒同唔安全之中，翻到嚟可能你感覺到痕癢，下面生紅粒，擔心起上嚟，仲要去做檢測或者去診所做化驗，中間等候結果嘅過程非常之煎熬。點樣同另一半交代呢？冇事都還好，只係虛驚一場，萬一有事嘅話，仲要接受治療，同埋要忍受無限嘅痛楚。大數據唔會呃人，有緣睇到呢段影片嘅你，記得將呢一個資訊轉發俾你經常去港車北上好兄弟，等佢唔好貪一時之快，令到身體有危險。大家有需要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嘅網站，我哋有唔同種類嘅性病檢測同男士保健，幫助大家自信滿滿長玩長有。